Hello， 欢迎收看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，我是小张。在闽南语里面的脚要读作卡，一般来说有这3种写法。在国语里面，金盆洗手，闽南语要读作收卡洗手。这字卡到底安怎写？这集看完你就知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字，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写静也，中玉曲声，这字读作曲，曲是要安怎读作卡？差很多吧？中原音韵里面记录的声调也跟卡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字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二个字，这个字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未收录，而且在先秦两汉的范围内查不到文献，所以这个字我们不需要再考虑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，这2个字用的是同一个声符，读作交。这个交字在商朝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现在来看汉典怎么记录。在下门，这个字也可以读作加，也可以读作高。通过这一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对韵母可以互相转韵，也就是凹跟啊。而这个转韵规则呢，小张在台语500讲第37集里面有很详细的讨论。在闽南语里面，凹跟啊互相转韵的字非常多。我们现在就来举例说明。这个字可以读作搞，也可以读作嘎。搞有波给你嘎，都是用这字嘎。再说落来，这个字也可以读作高，也可以读作加。儒家属擦都是用这字加。这个字也可以读作草，也可以读作叉。叉面叉饭拢用这字叉。这个字咧，腹肚痛一直加，都是用这字加。这个字安怎读？在运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考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卡无？会使袂使？都不是用讲的，口水无凭嘛。咱来参考汉典安怎记录。在汉典的记录内底，南蛮、晋江、江州、江波拢读作卡。到目前为止，音译皆全，只缺文献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种特殊的马，这种马有一个特殊的称号，闽南语读作景。在《尔雅》里面有介绍，4脚皆白的马就要读作景。如果用闽南语来读的话，就是4脚皆白。这个字除了读作卡，敢还有别的选择？无啦。所以讲，咱一开始讲的收卡洗手，就是要写作安尼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